伊到今仔，伊交张忠谋的关系，真正是亲像一个真好的兄弟共款，对工作顶悬会当家己彼此帮助。我相信咱伫即个时间有当时苦难、互难，毋是讲迄个艰苦。咱看着过去有真侪时间，咱可能有感觉讲咱有无遐好势啦，咱有遐衰着啦，咱有遐无像遐幸运的代志伫迄个所在。圣经有一个人，就咱大家拢知影，少年大卫大卫王。大卫王伫细汉的时候，咱伫圣经内底看到即个人囡仔，伊伫因厝里排行是细汉上细汉即个囡仔，但是老爸叫伊去过山顶伫遐过羊仔，伫迄个所在。我相信伊的兄哥，大家佫无去过羊仔，伊敢爱去过羊仔，伊的心内是毋是会咱想讲，我足衰的，我拢歹的，拢互我，我著爱去过羊仔。伫迄个羊仔顶悬内底有真危险，迄个毋是六福村，毋是动物园，迄是伫迄个山内底有真侪的艰难，有真侪挑战会随时来到伊的面前。但是大卫伫迄个时阵，伊著真正忠心受到因老爸的交托，伊也依靠上帝伫迄个所在，所以伫山顶伫迄个所在有人来攻击，也是有这所有的野兽来甲伊要偷食伊的羊的时阵，伊就交伊拼死，伊就交伊拼命。圣经讲，准下有人来要甲讨伊的羊啊，伊这野兽要来讨伊，伊就交伊去击打这野兽。所以咱伫这艰苦的时阵，咱毋是坐伫遐哭，伫迄个所在讲，哎哟，我咧无法度，我著上细汉啦，我著倒霉嘛，我著囥伫这山景内底，我著环境无好的人，伊著伫迄个环境无好的时间，著开始咧拼死。咱会看到即个所在，伊伫迄个所在去互撒母耳甲羔羊伫迄个恩膏伫遐的时阵，伊要去替以色列来征战。若是伊要去征战，伊手嘛无啥物件，也无武器，但是伊著知影要去山顶，要去捡5粒石头啊。去迄山顶5粒石头啊，伊要讲圣经咧讲，伊捡5粒个又圆又滑的石头。我相信即个囡仔，伊知影伊爱安怎较会拼着即个赢，伊较知影用什么方法会当去击打即个敌人。所以伊毋是捡着石头黑白衫、黑白带，伊是有准备的人。伊是伫伊细汉就伫山顶，就逐工伫牵，逐工伫遐伫含遮野兽伫拼命的人。当伊开始为着伊的即个国家开始要去征战的时阵，伊真勇敢伫迄个所徛伫迄个所在。我相信，若无练过的人，也无经过的人，你要徛伫这正人的面前，你徛袂牢。我相信你也无法度伫即个有经验的过程内底，你哪有可能走去征战的人？一个代表伫迄个时阵，对细汉就是养成一个成功的一个领袖，伊就伫迄个所在有勇敢，伊有备家己，一直会当甲各里啊规个甲战斗到，会当伫迄个所在得到胜利。我相信伊毋是捡着剪刀枪，伊毋是捡到机会，伊是有备一世人伫迄个所在。我相信咱的过程内底，台湾今仔来到今仔世界会看台湾，毋是因为台湾捡着。论大家论到今年，咱做东，咱来做主，毋是安尼代志，是因为咱过去可能100-200年内底，咱嘛有真侪苦难，咱嘛有真侪战争，咱嘛有真侪艰苦，咱嘛有真侪冤家内底国家内底问题。一直来到今仔时阵，咱已经爬到今仔起来，真经验真好的人，来到今仔会当得到真大的得胜。亲像大卫共款，伫咧山顶的时阵，伊着忍耐，伊着勇敢，伫迄个所在会当来改变即个世代。我相信伫即个看到咱伊即个人是有一个责任的人，伊是一个有备的人，伊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伊是勇敢的人。我相信一个国家嘛是共款，咱伫过去内底，咱着毋捌放弃，毋捌放弃咱家己的位置，咱着不断地拼，咱着不断伫即个所在。伦大埔伫这过去内底嘛是共款，当我2010年的时阵接论坛的时阵，我嘛无法度，环境无好，伫迄个时间可能报纸嘛是应该做无啥会落去的时间，但是祝福我伫迄个时间内底来开始接即个社长，伫即个所在开始面对，开始来练习，开始来拼搏，开始来改变，开始来改变即个论坛，开始行到今仔即个报纸来到今日电脑的世代佫存在。咱看到即个报纸伫即个世代底，不只是一个报纸，已经开始是一个超媒体一个所在。咱不只是一个超媒体，较开始真做是教会内底上大的平台。
一个老报纸无因为环境无好就倒落去，乃是因为即个环境颠倒搁较颠倒搁较厉害。所以咱伫这过去的时间，这10年、13年、14年的时间，对一个印刷的报纸，到开始变做电脑的报纸，开始变做一个行动的媒体，开始变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亚洲影响力。我相信这过程内底，因为咱无放弃家己，咱嘛无放弃，所以一直咱会当伫遮一直走，来到今仔即个时间，伫即个2024年的时间来到伫即个所在，创新转化未来是论断一直。疫情还未来的时阵，其实亚洲这个世界内底，就开始在告诉遮个教会爱改变，爱改变。迄阵一直在走动，伫马来西亚、伫印尼、伫新加坡、伫菲律宾，无想着讲2020年的时阵，伊个疫情来到伫即个世界，咱台湾嘛是伫迄个所在，嘛是无法度。虽然无法度，嘛是爱拼势。论坛就伫迄个时间继续往头前行，主导互阮伫迄个2020年的时阵逃过去，搁驶过来。咱伫迄个所在看起来无路的时间，主互咱行出一条新的路。若是我坐伫厝内伫遐哭都无效，但是我一直在拼势的时阵，主就甲门开起来，互我会当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伫2020年的时阵，论坛就开始做亚洲影响力的论坛，开始伫世界开始不只是台湾的报纸，伊真做是亚洲论坛、亚洲国际的平台，真做是一个真重要的亚洲的一个中心，来到即摆影响咱伫即个所在。我相信即个报纸若是无安尼咧拼势，若是咱无伫遮继续咧努力的时阵，伊早就倒落去啊。若是台积电若无遮个人伫遐继续咧拼势，早就倒去啊。但是因为伊一直拼势。来到伫今仔即个世代时阵，伊搁存在的时阵，伊就过起来啊，伊就爬起来啊，伊就即个时间拄好来到予伊的时阵，伊就开始影响即个世界。我相信论坛嘛是伫安尼的时间内底，对一个老报纸开始变做一个新的媒体，不只是新的媒体，变做亚洲内底上重要的一个平台。即个教会平台开始伫遮连接，伫遮会当改变。亚洲论坛影响力中心伫这几年就开始伫马来西亚、伫印尼、伫菲律宾、伫台湾开始伫遐真大的影响，甲聚会伫遐来开始。台湾真细，台湾伫这世界内底有当时过去咱无人看，有人像讲台湾话，人讲是泰人，定论是泰国的，因为台湾伫倒无人知，有真济时间的时阵，大家看无咱台湾。但是台湾伫这内底，伫这地图内底一个真细一个点，亲像以色列共款，伫迄个中东的所在嘛无真大的所在，但是影响这个世界，伊的科学影响这个世界，伊的武器影响这个世界，伊的勇敢影响这个世界。今仔东边这边，咱来看到台湾伫这个过去的时间，虽然定伫遐有战争，日本、中国伫遮过去较早的西班牙遮拢是。害来害去，害到2024年，来到今仔这个世代，主互咱亲像一只海洋开始在变过来，开始伫这个海洋内底开始出声，开始伫这个所在开始会当发展。高雄真重要，高雄这个城市伫过去打国是一个港口，伫开始的时阵，台湾真济贸易、真济生理、真济好嘅人拢对台南高雄开始起来。你看到过去的时间，伫即个所在，咱看去，就安尼过去这100-200年的时间，咱看到伊规个发展。高雄曾经嘛是一个金融的重镇，但是早到人毋知影伊走去倒去啊。但是即摆你看到高雄开始慢慢搁转来，即个城市慢慢真做是全台湾上出名，大家眼光上侪，消息上侪，好的代志上侪的所在。真济表演，真济艺术，真济所有的城市的建造，拢伫高雄。你若要看跨年，你来看高雄，比台北搁较水；你若要看表演，你来到高雄的卫云，伊比你台北搁较水。你若要看规个灯火，你要看规个台湾的高雄的城市的发展，伫台湾，伫高雄来买的时阵，在土地可能台北一半的钱尔，但是伊享受的比台北搁较好。伊代志开始发展的物件，佫比台北佫较济，所以你即摆要来到高雄，有当时因为你来看所在，来看时间，因为遮有表演，你要订
饭店订袂到，你要看遮个所在，所有的人拢来到伫高雄，伫即个所在，高铁拢满满来到伫即个所在。咱会看到即个城市在变势，咱会看到即个城市在爬起来。你著伫即个城市内底，你伫即个城市内底，你是高雄人，你伫即个所在，你遐有荣幸说，你看阮高雄即摆换阮啊，亲像台积电伫甲世界讲，即摆换阮来做主啊。Our turn 是轮到阮来做主角啊。所以你会看到规个台湾开始伫即高雄内底，真侪所在拢有比好啊。所以我大概来高雄拢想讲，哇，这个所在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啊，所有拢来拢好势啊。咱看到真侪文化艺术、教会都和好，伫即个所在教会比台北、台中、台南台东、花莲搁较好。真侪物件伫即个所在会当垫，伫别个所在就无法度通会当伫迄个所在。小鸭子来到台南高雄，伫高雄即个所在就趁足侪钱。放伫桃园都无趁着钱，但是来到高雄，大家拢走来高雄，变成快乐小鸭子，大家笑嗨嗨。伫即个所在创造足侪机会，伫真侪来到伫即个欢喜的即个城市，看到即个城市在变化。咱有对这城市有望无？咱有对即个城市有开始有咧想法无？你开始有咧准备无？做生意的人。拢早就知影看到高雄即个机会，讲高雄即个所在，台湾即摆上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高雄。即个高雄即摆工业啊足好诶，钢铁啊足好诶，重工业啊足好诶，所有诶人口啊足好，工人啊足侪。即摆台积电嘛，伫摆伫咧内底，台湾开始伫高雄开始注入一个新的希望里面，规个城市袂输爆炸共款。你看到即台积电放伫即个所在。全世界拢足羡慕的，所有的国家拢拜托，美国嘛拜托，但是你去甲美国放伫迄个所在嘛无效，因为无遐个人，无遐个环境，无遐个技术的人，无遐所有的老百姓。但是放伫高雄即个所在，你着看到规个咧改变。所以咱会看到这时间来到今仔2024年，高雄即个城市伫即个时代内底，伊的位置真重要。这个位置会当往南走到所有世界啊！咱过去可能叫做尾流啊，现在变做是头壳啊，因为往下走，全部世界拢伫咱的头前内底，所以伊的位置是命定，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伊无法度，人讲咱来改一下，咱甲高雄来放伫台中遐去，无伊就早就放伫尾流迄个所在，亲像台北伫迄个算是尾仔囝共款，放伫迄个所在。但是主要用即个人的时阵，伊的位置就开始爬起来啊。所以迄个时间来到今仔2024年，时间真重要。所以咱若无过去的苦难，咱若无过去的战争，咱若无过去的压力，咱若无过去的挑战，咱袂到今仔遮勇。因为咱会当今仔遮勇，因为咱过去就甲咱练到今仔会当伫即个世界内底有影响。有即个机会来到2024年，来到你高雄。你有把握起来无？啊是你讲还无效，亲像投资的人讲我早知影就袂付啊，早知影早就拢甲啃落去啊。所以机会来到当中的时阵，你高雄有比好无？伫即个所在，你的领袖有看到即个眼光无？有即个领袖才会带着这老百姓开始真正加速伫即个所在。比如讲，敢若共款，咱右昌教会伫即个时间的时阵，咱会看到。高雄右昌教会不只是这个高雄南子地区的教会，它成为高雄的教会，它成为南台湾的教会。它不只是南台湾的教会，它成为台湾的代表教会。它不只是台湾的代表教会，它是亚洲的代表教会。当你用更较悬的眼光在看的时阵，你所有的人都对你爬起来。若是你的领袖有这个勇敢，你有这个实力，今仔你也无实力，你开始要拼10年以后啊。但是你今仔右昌伫即个所在，高雄教会伫即个所在，已经有比几啊10年，伫即个所在将近100年，伫即个所在，伫遮努力伫即个所在，你的实力已经有够啊。所以你的格局阵啊开始看到，你知影即个格局的时阵，你就知影你的未来。所以咱会看到一个亚洲的十字路口，伫咱台湾，伫即个所在，别说红绿灯底下咱咧管共款。咱若讲光就光，咱若讲画就画，咱若讲袂当走就袂当走的所在。
今仔高雄搁较是安尼，变做世界的港口，变做是世界的光，变做是南岛的出口，变做是福音的出口，变做是福音开始外展的最好的地方。你敢知影？你即摆是上重要的，还是你讲我嘛毋知影，我着食饱营营，安尼尔，着一工搁一工搁食老啊！你毋知影？你伫即个世代内底。伫上英光的时代内底嘛，你毋知影你高雄要伫即个时代内底开始要影响即个台湾世界嘛？你知影即个所有的城市的价值，高雄的价值可能比其他的城市搁较勇、搁较猛。今仔亚洲影响力伫世界内底，来到今仔爬到今仔内时，我记得论坛咧拼势的时阵，2020年的时阵，疫情关起来的时阵，我嘛搁咧走。嘛无咧休困，到2022年的时阵，我已经伫马来西亚开始做国际的会议啊。大家想讲这是虾米碗糕，这一个虾米人，这涉世的论坛部哪有可能？但是阮着继续做。2023年已经来到伫印尼雅加达，大家嘛无想着讲一个论坛部乃走啊对亚洲世界去，较一个报社的社长尔，伊内底当工嘛较15个。啊，遮几个人就开始在走世界，因着拼对世界去啊。伊毋免大，他要 smart， 他要够悍，他要够精准，他要够强。现在的科技不在大，在精锐，在整个精良，在里面的智慧。所以不是大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脑袋在这上面。202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从印尼开始带回台湾来。所以伫即个过去的时阵，咱2023年的时阵，丹牧师嘛含地牧师遮的牧者拢去到伫印尼即个所在参加因的聚会。当咱看到即个世界的时阵，变做一个国家，变做一个城市，变做一个国度的时阵，就没有分彼此。伫主的面前内底，咱拢是兄弟姊妹。所以咱会看到遮个无共款的皮肤的人，看到无共款语言的人，拢伫主内底做伙祈祷，做伙讹罗上帝。所以咱会看到伫迄个所在真羡慕，伫遮讲哇，因做会着，咱还做袂着。我后礼拜要去到伫泰国啊，5月要去到伫马来西亚，我差不多逐个月拢爱走，一个老报社，一个老社长，伫迄个所在咧走总世界。伫主要迎来的时阵，咱就行到一个亚洲世界的教会去啊。所以咱无看无家己，咱是会当看到主伫咱身躯顶悬，亲像大笔你。受到伊的爸爸亲像天父交托互伊的责任，伊着伫迄个所在过真好，伊伫所在着为这世代咧征战，伊伫这世代内底着甲所有的物件拢摕倒来。伊伫咱即摆看到即个世界内底，咱有今仔有即个机会，会当看到高雄伫即个所在，咱即个所在叫做美丽岛，咱来美丽岛迄个事件伫迄个所在，当初台湾真侪的艰苦。真侪的怨叹，真侪的不满，咱有真侪受气，但是咱转过来，咱改变，咱看到这世界，一个世界开始要开起来时阵，咱就开始往世界来走。亲像圣经咱读的圣经讲，彼得主叫彼得讲去啊，去水深的所在，去深的所在去。西门彼得甲讲我。无用一规工拢嘛无鱼啊！即个时间要去创啥？即个时间无效啦。咱看无，但是主看有讲去啊，往那水深的地方去啊。在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规个城市开始爬起来啊。高雄港啊，足水的。咱若对天顶看，搁较水啊。咱若用主的眼光来看，迄个袂出一条船石伫迄个破连顶悬的。这个上重要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你看到高雄港，港口是要进出的，港口不是游乐园啦，港口不是水上码头啊，港口是做生意的，港口是来来往往的，港口是福音出口、福音进口的地方啊。所以，别人无这个所在，你有这个所在，所有的宣教士要入来时阵，古早就对台高雄入来，伊乃袂去对新竹入来，伊乃袂对规个台北入来。伊得对即个所在，因为命定伫即个所在啊，伊得行对即个所在入要来。咱会看到高雄开始走世界出去的时阵，已经毋是看到伫台湾第一了，不是台湾第一啊，是亚洲第一啊，不是亚洲第一啊，是世界第一啊。所以你会看到，咱咧看，咱头拄地牧师咧讲，咱亲像一盘，即个一盘迄个珍珠的破链共款，伫即个查某人的身躯，你会看到讲，哇，迄
迄个珍珠足水的。咱也有法度对高雄开始出去，咱开始甲日本、开始韩国一个甲诱入来，甲开始菲律宾、开始印尼、开始马来西亚、开始所有的所在，祝福我即个看去。伫2020年、20年的2020年的时阵，伫2018的时阵，已经甲即个图放出来，伫台湾教会、伫海外教会的讲道理啊。真侪人讲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了。但是今仔主互我伫做走的时间，我已经几乎快串起来。我规个城市国家开始起来。高雄别伫即个国际年会，2024年11月，伫高雄汉来饭店的时阵，有600个人、500-600人要来到伫即个所在，还未开始报名，我已经知影真侪国家要来，真侪大牧者超过咱所想的要来，真侪所有的科学家，包括台积电上悬的遮一个长老要来。伊知影即个重要，即个重要性伫即个所在，主互咱伫遮进到水深的地方去，要甲叫咱伫遮去到水深的所在，即个城市开始起来。咱即摆即个所在所有的人，咱来起来准备，咱来去往水深的地方去。往水深的地方不是在海岸旁边，是要出海。要出海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到近海、到远洋、到世界各地去了。咱嚟讲伫迄所在，所以咱的福音毋是家己遮传统，咱隔壁的人，咱睇到隔壁的国家，咱看到隔壁遮的所有的原住民，不只是咱遮的原住民，有真侪原住民拢伫即个所在。我们到水深的地方去，到很深的地方去，那里鱼更大，那里鱼更多。我们一辈子不要平平凡凡就过去了，我们要精彩的一生。咱一世人有一个真精彩的一生。这张海报是今年内底亚洲影响力一张重要的海报。伫这世界内底，咱开始互所有的人来到高雄，要入来伫遮。高雄，你准备好未？高雄右昌教会准备好未？你所有的人准备好未？你是伫边仔看闹热的，还是伫遐参与的？还是你看到你讲哦，水啊水啊水啊，欢迎欢迎，也几安尼尔。还是你去斗相共，还是你甲奉献互遮个所在，还是你对着牧师去服侍遮个人。你会当看到世界伫咱头前，高雄来到伫咱今仔个世界，咱看到即个世界特别。台湾无真大，但是台湾真重要。亲像迄个晶片，迄个晶片真细。但是真重要，你无即个台湾，你就无法度通做即个代志。所以，咱今仔到2024年，咱到水深的所在去，咱开始回应即个世代。咱讲这是世界的晶片，咱讲这是世界的 AI， 咱讲这是世界的影响力。开始伫台湾，不只是台湾真重要，是高雄。高雄教会影响即个世界，真大真大。所以我想，咱到今仔来到这，咱不只看到城市阳光起来。咱来看到城市福音开始传出去，有上帝帮助咱。这是即届城市联导会的时阵放的影片，声音可以放出来。声音可以大一点。一个应邀的城市啊，是大家拼，是苦难爬过来。所以咱有目屎，但是咱看到迄个笑脸，咱若无迄个目屎，咱无迄个笑脸。但是看到咱即摆即个世代，2024年，我们 ready， 我们预备好，我们串联在一起，我们能够将高雄带到整个台湾最高点，我们把台湾带到世界的最高点，一个永续、科技、文化，特别是福音化的高雄。咱伫即个所在影响，不只是科学，不只是欢喜，不只是所有的建设，是即个所在城市有主伫即个所在。求上帝帮助咱，高雄的福音大港开始要出海，福音的所在，咱开始 ready， 咱开始往即个所在。咱伫几年前就有即张相片，咱就讲福音大港，福音大港。我相信咱这画毋是画趣味的，咱是用祈祷的，一直画到今仔。咱至少花5年到6年，福音大港、福音大港、福音要出海、福音要创啥？咱伫每一届圣灵降临节，就是遐祈祷啦，祈祷。咱无想着今仔已经准备好，
咱要做亚洲世界内底上出名的城市啊。所以你也准备好，咱会当做伙伫即个世代内底，咱同行，咱做伙祈祷。伦敦堡是家己内底是一个真细的晶片。伦敦堡即个人足少的人，伦敦堡无啥物财产的人，伦敦堡无啥物才调的人，但是伊愿意为主来做，伊就真做是重要的启动点。所以放伫台湾，伊就台湾改变；放伫日本，日本改变；放伫韩国，韩国改变；放伫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改变。所以我即摆邀请足侪真侪人讲，拜托拜托，社长你来我的城市，你到我的城市来分享，你甲阮的城市带过来，咱会当做伙来。我相信明年第一年伫马来西亚，第二年伫印尼，第三年伫台湾，第四年真侪国家拢咧抢。马上伫遐咧讲，你会当来阮遮无？2025年来日本好毋好？你带遮日本的教会起来好毋好？你带阮澳洲的教会起来好毋好？真济教会开始伫遐祈祷，相信上帝帮助咱，无放生咱。伫咱虽然有难处，虽然在死荫幽谷，他都不怕遭害，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敢安慰我。所以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继续往前。2024年4月，我们到11月的时候，会在高雄盛大的举行，不是热闹，是荣耀，是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当回来伫家己高雄家己的故乡亲像家己的家乡亲像家己的哥哥、家己的姐姐，伫这个所在，兄弟伫这个所在，每一届回来都受到因的照顾帮助。因的奉献，伊的支持，因的祈祷，一直互阮会当伫一个老报纸变做一个小报纸，开始会当变做世界的报纸，开始变做是世界影响咱，开始伫这世代内底去启动所有的福音的事工。互阮会当伫这个所在，特别阮为高雄来祈祷，伫高雄这个城市，将2024年将要主办一个亚洲上重要的聚会，伫这个所在，主我求你将这所有爱来的人。应该来的人，拢来到伫即个所在，阮三甲做伙，伫遮学乐祈祷，伫遮开始会当互相分享主的恩典，会当互相会当甲好的物件分享，互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教会，主真做是互阮真做是给予的帮助别人的教会。主你求你继续带领互阮，祝福阮。主我特别求你祝福右昌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主你保守因。每一个人出入拢平安，伫这世代内底拢健健康康，帮助阮无论拄着啥物大的代志，主你帮助，伫这个所在拢平平安安好势伫遮。安尼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那么回应西之前，我先介绍这个，我们手上都有一个信封袋，好，请支持这个论坛报，好，我家已经有2只老鹰了。好，那我们我们要唱回应诗385首，大家请起立。一切风波撩动我的，要说掉难来紧接。你我这里来呼吸，心头的话免惊呀，和你的爱主把出现，叫安典你的意见，我定真正你给刚定，龙马。所叫那往撒世间，愿我无归是刚刚，不计一切，我永不忘，这是
这咱只是来祈祷，咱为着基督教论坛报，感谢上帝，互这个媒体，那甲像伫上帝国度的台积电的晶片共款，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伫整个的世界。咱为着论坛报，毋但会当有互教会所有的这个信息会当好诶传播到伫正兄的姊妹，嘛会当到伫华人所到的所在，甚至规个世界。咱为着论坛报有即个亚洲影响力的论坛中心咧发展整个要咱连接亚洲的正城市，会当看见福音的大能会当大大来彰显。咱若为着奉献，为因祈祷，为着因的团队，为着因所推动的各种的事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互咱的教会会当诚做真正有福音能力的教会，会当真正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传播到咱徛起的逐角落。咱为着咱软弱的肢体带到主的面前，特别为着为人长老的长老娘千金长老娘，特别伊的身躯伫教病房需要特别的代祷大家替祈祷。咱也为着咱的国家伫5年空有总统、副总统的就职，搁这内阁的任命，大项拢会当顺遂。为着华人这个大地当带来的伤害恢复重建献上代祷。而且咱举起咱的双手，好叫主三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新的主日，特别阮今日是基督教论坛报的主日，多谢你透过社长会当分享基督教论坛报，透过这个媒体不断的创新转化，互这个媒体带来更较大的影响力。嘛是干那伫台湾、伫华人的世界、伫整个亚洲，会当带来更较大福音的影响力。主啊，透过这个基督教论坛报，那会当有亚洲影响力的论坛，透过社区的连接，主啊，求你也祝福今日伫高雄，万福高雄，那诚做科技的大港，也会当诚做福音的大港。主啊，高雄会当真正诚做上帝所拣选、所使用的一个城市，互高雄会当进入伫你的名定。主啊，所阮也感谢你互论坛报会当透过兄弟的代祷奉献，拢无欠缺。主啊，所求你施恩祝福，阮也为着阮的教会也会当诚做用报道做中心。用福音做中心的教会，主啊，教会带来影响力，嘛伫阮的四周围，伫阮的城市，甚至会当提升到整个上帝你的国度。主啊，所感谢你，求你祝福阮教会的幸福小组的推动，拢有丰收。主啊，互得救的灵魂，拢加持伫阮的中间。主啊，所阮也要特别将阮的肢体，特别软弱的肢体，为着邓伟人长老娘，主啊，伊身躯真软弱，需要处理特别的问题。主啊，求你施恩伫伊的身躯顶，互伊会当紧紧，嘛伊的喘气，伊的食物件吸收逐种，互伊的身躯的机能拢会当来恢复。主啊，说，阮也将阮的国家拢仰望你，看顾阮台湾，互阮无论总统、副总统就任，阮的内阁的任命，逐项拢会当顺遂。主啊，特别将华人大地当带来这损害，免再当得到重建恢复。主求你施恩看顾，到阮三甲地地。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请继续来受奉献。而且咱特别为着咱论坛报，为着咱论坛报的奉献，会使讲伫上帝国度的投资，上界有价值的投资吼。咱为着台积电，你看
所产生的物件对世界影响力咱就知影讲咱看基督教论坛报是一个若伫咱上帝国度内面的宝贝珍珠毋茫透过咱的奉献，真侪祝福会当互即个媒体发挥更较大的影响力，会当互福音会当个大能彰显伫世界大角落。也即咱今日来嘅奉献是。亲爱阿爸伯，阮感谢老主，主啊，阮兄弟姊妹献金事工来使用，献心来到伫你的面前，献心来保养你的福音，一切拢出自你互阮的感动带领。求主圣神常常甲阮三角伫地，使互阮有智慧启示的灵来行天路，完成你所交托的旨意。阮安尼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垂听。咱恁人平安去，会当顺服主的引带，照着主的话，将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拍网讨鱼，的确要掠着鱼做做。互恁伫主的手中，灵魂体拢兴盛，所做逐项拢是顺序行通。上帝的恩典祝福到伫恁，到伫恁的家庭，到伫恁的职场。到伫恁所到的所在，互福音的大能彰显伫恁的身躯顶，互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伫主的教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达、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结束，愿上帝祝福咱大家。